如果你每一日瞓唔夠6個鐘，我可以好負責任話俾你知，你食少嗰餐飯或者唔食嗰包薯片嗰個卡路里係完全嘥咗㗎。如果你瞓唔夠嘅時候，你體內嘅皮質醇同埋瘦體素都會作怪，你嘅代謝下降咗之後，你嘅壓力荷爾蒙就會不斷咁去上升，你嘅身體就會以為你遇到危險，即刻開咗一個安全模式，就將你所有食埋嘅卡路里變成脂肪堆積喺你嘅肚入邊備用啊，並且係會好難被消滅啊。再嚟嘅就係如果你經常唔夠瞓咧，你會好容易情緒失控、大爆發啦。大腦冇足夠嘅休息嘅話咧，第二日係會非常之燥底噶，你會變得非常之冇耐性，並且你睇邊個都會唔順眼。為咗減輕你嘅壓力，你嘅腦入邊就會釋放一啲信號，就叫你係咁揾嘢食啦。所以簡單啲嚟講，當你瞓唔夠嘅時候，你嘅大腦就會開啟一個警報信號，唔單止你嘅脂肪特別容易累積，仲會更加想揾嘢食。所以不論你係想調整你嘅身體定係想減脂都好啦，你都必須要好好瞓覺。將呢一段片 send 俾你身邊半夜3更都唔瞓覺嗰一位夜貓朋友，叫佢早啲瞓覺啦。